Hello，我係小嬌啊！今次咧就想咧用呢個咧 Sofina 嘅 Cushion 潔面泡泡啦，同埋佢附送嘅一個起泡網啦，去做一個起泡嘅方法嘅片段俾大家睇睇嘅。咁係啦，首先咧我要濕咗呢一個起泡網先嘅。將你嘅起泡網徹底加水啦，然之後攞呢支洗面膏，擠出2cm 嘅份量。然之後呢，你可以咁樣對接個起泡網，一直以你嘅雙手去摩擦。就係咁簡單呢，就已經有咁多好綿密嘅泡泡出現啦，睇到嗎？咁你可以睇一睇啦，咁啲泡呢，就係好綿密嘅，同埋好有彈性嘅，就係咁簡單啦。咁我而家呢，就洗面先啦，希望你哋都學得識啦，以後我再拍其他片俾你睇啦，拜拜。